我今日嚟到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啊，今次我借住過嚟辦啲事啦，同大家順便介紹一個好火嘅匈牙利移民項目啊！嗱，以前咧匈牙利咧就有一個國際移民項目，做咗冇幾耐咧就俾人叫停咗啦，係因為咧太抵啦！當年咧我哋辦嘅就係呢個國際移民項目，以前咧就係30萬歐擺喺度5年就可以完全俾翻你，你買嗰一日咧即刻送全家3代永居俾你㗎。咁後尾因為呢個移民太抵，就俾歐盟政府定義為廉價賣永居卡，將個永久關停咗。咁而家咧呢個項目咧又變相出翻嚟，而家咧只要你喺匈牙利買一套20萬歐元以上嘅房產，買完之後即刻就可以獲得全家3代永居，真係非常抵嘅一個項目啊！嗱，呢好多人成日問我喂，點樣搞移民㗎？嗱，今集就有乾貨啦！我今日帶一部無人機影一啲我個人認為好靚嘅視頻。今日我借助呢個咁靚嘅郊野航拍視頻同大家傾下偈啊！識咗大家已經不知不覺2年幾啦，喺呢度好多謝大家支持粵語創作。我之前好多期視頻同埋直播啦，都有唔少嘅粉絲問過我，到底歐洲有冇啲好容易又平嘅移民啊？嗱，而家就有一個啦。唯一嘅條件就係你喺匈牙利境內買一間價值20萬歐元嘅屋，冇任何嘅學歷啊、工作啊、背景啊等等嘅要求，亦都冇資金來源嘅審查。辦理過後咧，亦都冇移民監，即係只要你嚟一嚟畫隻烏龜就得啦。如果你真係想嚟住同埋生活咧，又 OK。佢呢個身份咧同當地嘅居民係同權嘅，即係你可以享受當地嘅免費醫療啦、免費教育啦，同埋公平嘅工作機會等等。仲有匈牙利永居身份咧，喺申根29國你可以隨便去嘅。仲有咧，你嗰間屋係可以賣嘅，即係你買完之後攞到身份之後咧，你嗰間屋係唔需要保持住嘅。又或者你自己唔住又唔等錢使，你可以攞嚟租。20萬歐元嘅公寓喺布達佩斯應該係每個月租到500-600歐元左右啦。仲有呢張永居卡啦，佢雖然唔可以直接免簽英美澳新呢啲國家，但係你有呢張卡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喺歐盟國裏邊申請，係行另外一個通道，簡單好多噶。當然你有呢張卡之後咧，你係具有參加僑生高考嘅資格噶。呢個高考嘅優勢去到邊度，你哋應該比我更加清楚啊。反正大家有啲咩問題嘅，我哋評論區慢慢傾啊。反正呢個項目咧就係無語言、年齡、學歷嘅要求，亦都冇任何嘅經商背景同埋資金來源審查。之前有幾個朋友辦咗，都係3個零月就全家攞到卡啦，享有免費嘅公立教育同埋公立醫療，擁有同當地人同等嘅工作權利。從此你同埋你嘅後代喺歐洲就唔需要再簽證啦。100零個買間屋，多條後路，多個選擇。唔中意租出去或者過段時間賣出去又得，唔阻你欣賞美景啦。我哋評論區慢慢傾啊。